樓上每晚拉凳，天花板滲水板又唔理，教你點用法律武器絕地反擊。影片連結：樓上深夜拉凳，行路嘈到瞓唔到，天花板滲水。食環署話濕度唔夠35%，唔處理。你係咪都引緊鄰居嘅滋擾？每日返屋企似盜劫，鄰居地獄模式全開。打完一日工返到屋企，想靜靜地抖下，點知樓上深夜拉凳，行路大力到似打鼓，跌粒鎖匙仲嘈過樓下巴士行過。一抬頭，天花板仲要滴住水，發黑發霉。揾食環署，報警投訴咗10幾次，官方竟然覆一句濕度唔夠35%，我哋做唔到嘢喎。面對呢啲地獄鄰居，通頂失眠真係分分鐘令人發癲。灣仔業主5年血淚史，一場由包書變逆轉勝嘅教科書官司。影片用咗一線極具參考價值的香港真實案例，講述苦主吳女士點樣由原審慘敗，靠專業鐵證喺上訴法庭大反擊，噩夢開端。樓上業主改裝房，仲換咗隻超薄光地磚，加建廚廁防水又做唔好，搞到樓下天花板水漬由小圓點爛到2平方米。原審法官神邏輯，原審竟然判苦主輸。法官話原告你太敏感啦，日常行路好正常，苦主唔單止冇得賠，仲要倒貼對家律師費。上訴法庭大逆轉，紅外線客觀報告狠狠打臉。專家證實天花板持續含水，業主想賴前業主都冇得賴。60到80分貝測量實證，專家證實樓上隔音差到跌鎖匙都達80分貝，任何人長年累月聽都會精神崩潰，正式構成法律上的滋擾 nuisance。賠償到手，樓上業主除咗要賠償收天花板同6萬蚊精神生活樂趣受損賠償外，仲要孭起2審全部極昂貴嘅訴訟費。法律專家教路，想告贏鄰居，記住呢3招，千祈咪動手，千祈咪發癲。鄰里糾紛千祈唔好衝動用極端手法，反而會毀咗自己。客觀證據先係王道，法庭唔聽主觀訴苦，自費揾認可測量師做紅外線滲水探測，專業分貝噪音記錄，先係法官信納嘅有力武器。終極絕招，如果真係身心俱疲又搞唔掂，專家都苦口婆心奉勸一句：36計，快啲搬屋啦！